V 家旅遊嘆世界，食好住好玩得好。咁啊，相信大家如果有中意北上嘅話咧，都留意到呢一排咧有一個新聞咧，就好利好我哋北上嘅呢班朋友仔，就係咧嚟緊啦嚇，6月25號咧就會正式試行呢一個無感醫渡。咩叫無感醫渡咧？嗱，相信大家醫渡都會知啦，係咪？依家返大陸咁啊，最傳統就係你要拍卡啦。咁如果你喺手機嗰度咧，就申請咗呢一個非觸式嘅醫渡咧，就有個 QR code，咁啊嘟，咁啊就可以入去，咁跟住咧就唔使打手指模嘅望住個鏡頭，咁跟住就再開，咁啊所以叫做非觸式。因為以前咧就係要拍卡，跟住要再打手指模，跟住先至可以開門走噶嘛。咁依家咧就進化到咧就無感添啊！無感咧就係乜都唔使嘅，掂行掂過，哇爽啊！係啦，咁啊高 Sir 咧前嗰排咧都去拍咗條片，不如我哋睇下呢個無感醫渡係點嘅。大家好，我係高 Sir 啊！今日咧非常開心，能夠咧率先去體驗呢個咧無感通關啊！咁啊，我而家咧試一試俾大家聽喎，完全係唔需要去出示任何證件嘅。Ready go！ 非常快啊，完全唔使證件。我哋而家去做個示範。個示範就係咧，當佢冇登記嘅時候，一錯手，哦，交關啦。哇！入境處嘅服務咧，真係越嚟越好啊！繼咧非觸式醫渡之後咧，就出無感通關啦。咁啊，嚟緊咧就會喺港珠澳大橋啦，可以實行啦。如果試得好嘅話，未來啊期待其他口岸都會去有嘅。咁另外有啲嘢要注意啊！嗱，戴帽、戴口罩、戴黑超都係唔得㗎。咁啊，各位網友去留意啦。咁同埋咧咁方便嘅話，嗱，鼓勵大家咧多翻嚟內地，多走走，多看看。咁其實呢個無感醫渡咧，就係俾你掂行掂過，兼且咧仲可以幾個人一齊行都冇問題嘅，係啦，因為佢靠呢個面容識別㗎嘛。咁而入境處咧就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嗰度咧做呢一個試行點，就整咗2條通道去試下嘅啫。咁同埋最緊要咧就係收集呢個數據啦。由6月11號開始咧，市民咧就可以喺呢一個非觸式醫渡嘅流動程式嗰度登記嘅。咁但係咧就唔係人都可以嘅喎，係要有條件嘅喎。咩條件咧？就係只要你年滿11歲嘅香港永久居民啦，仲有喺過去嘅90日裡面經港珠澳大橋口岸出入至少10次，先至符合呢一個使用資格嘅。咁啊頭先 Andy 咧都已經試下睇下可唔可以符唔符合啦嚇，原來係唔符合嘅，即係你可以一路撳嘅申請嘅，但係咧跟住佢到最下低係話俾你聽，唔好意思，你未符合呢一個資格去使用。咁啊，所以咧留意啦，如果你係符合資格嘅話咧，即係成日都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去出入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試下呢一個無感醫渡啦。咁啊，呢一個係試行點嚟嘅啫，相信佢試行得好嘅話咧，會喺所有嘅口岸嗰度咧就實施呢一個無感醫渡。咁啊，到時大家咧就可以好舒服掂行掂過。咁政府都提大家嚇，呢一個咧就唔代表你唔需要帶證件喺身啦嚇，都需要帶證件喺身嘅，因為萬一你過唔到嘅時候，你就需要證件㗎啦，又或者要用翻呢一個非觸式醫渡㗎啦。中意呢一條片嘅，幫我廣傳俾你身邊嘅人，等佢都知道依家就快可以用無感醫渡啦。下次見。